你有冇試過去同學聚會，見到多年冇見嘅舊同學，大家明明出世同一年，但有啲人皮膚繃緊，精神奕奕，睇落好似30出頭，另一個就已經皺紋一大堆，行2層樓梯都氣咳咳，成個人懵落大你10幾年。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？明明食嘅嘢差唔多，住嘅城市都差唔多，點解有啲人可以老得咁慢？有啲人就好似俾人打咗快播鍵咁。好多人第一時間會答你命水啦，基因好攞，父母生得叻攞。呢個係我哋幾十年嚟深信不疑嘅講法。但今日我想話你聽，呢個講法其實只係啱咗一半，而且係最唔緊要嗰半。真正決定你老得幾快嘅嘢，根本唔喺你父母基因入面，而喺你自己每一日親手做緊嘅細節裏面。而呢個秘密藏喺一樣要諾貝爾獎級數嘅科學家先至攤得出嚟講嘅嘢，佢叫做端粒。今日我請咗我嘅好兄弟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本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拆解嘅呢本書叫做端粒效應，英文原名係 The Telomere Effect。作者嘅來頭真係唔講得笑，一位係 Elizabeth Blackburn， 佢喺2009年攞咗諾貝爾醫學獎，就係因為佢發現咗端粒同端粒酶。另一位係健康心理學家 Elisa Epel， 一個負責科學，一個負責心理，兩個人合作咗成20幾年，最後將所有研究濃縮成呢本書。佢哋要打破嘅係一個核心迷思，你以為衰老係一個由基因寫死，你完全無得反抗嘅過程，但佢哋話你聽，衰老其實可以慢，甚至喺某啲情況下可以被逆轉。你冇聽錯，係逆轉。好，等我哋落到最底層，睇下呢粒端粒到底係咩嚟。我哋每個人身體入邊有幾十萬粒細胞，每粒細胞入邊都有染色體，染色體嘅兩端就有一節保護結構，呢節嘢就係端粒。你可以想象染色體係一條鞋帶，端粒就係鞋帶尾嗰粒膠頭，冇咗膠頭，鞋帶會散，冇咗端粒，你條染色體就會出事。而問題喺邊？端粒係會磨損嘅，每一次細胞分裂，端粒就短一少少。當佢短到一個臨界點，呢粒細胞就唔會再分裂，佢會進入一個科學家叫做衰老狀態嘅停滯期。呢啲細胞唔會即刻死，佢反而會賴喺你身體度，仲釋發出炎症信號，搞亂周圍嘅健康細胞。換句話講，你身體開始老，唔係因為細胞死咗，而係因為細胞老到唔肯再反攻，仲要喺度搞破壞。端粒有幾短，就係量度緊呢件事發生得幾快嘅最準確指標。而書入面列出嘅後果，一環扣一環。第一，心血管率先失守，血管內壁嘅細胞冇咗更新能力，會變脆、鈣化、易發炎、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嘅風險全部拉高。第二，免疫系統崩潰，你嘅免疫細胞要不停分裂先可以打仗，端粒短咗，佢哋分裂唔到，你就會經常病，傷風感冒好耐都唔好返，甚至連癌細胞都應付唔到。第三，大腦退化，海馬體、大腦皮層嘅支持細胞更新唔到，記憶力、專注力慢慢流失，患阿茲海默症嘅風險明顯上升。第四，皮膚、皺紋、鬆弛、感沉、失去光澤，全部同細胞更新能力下降有直接關係。睇到冇？端粒縮短唔係一個抽象概念，佢係一個實實在在喺你身體每個系統同時進行緊嘅倒數計時。好，咁真正嘅問題係咩嘢喺度縮短緊你嘅端粒？基因當然有份，但研究話俾我哋知，基因只大概30%，剩返嗰70%係你自己每日親手做嘅事。頭號手唔係食物，唔係污染，係壓力。但注意，唔係所有壓力都殺你，殺你嘅係一種特別嘅壓力反應。作者叫佢做威脅式反應。咩叫威脅式反應？就係你面對挑戰嘅時候，成個人陷入恐懼、逃避、無力嘅狀態。你上司鬧你，你唔係諗點解決，而係喺度反覆咁諗我份工係咪唔保，
我係咪好廢？呢種思維會令身體長期分泌皮質醇，而皮質醇會直接攻擊端粒酶，即係修復端粒嗰種酵素。同威脅式反應相對嘅係挑戰式反應。同一件事，你當佢係一次進步嘅機會，你嘅心跳一樣升，但身體嘅化學反應完全唔同，唔會傷端粒。書入面有一個經典研究，作者揾咗一批長期照顧重病子女嘅母親做對象，理論上呢班人壓力係地獄級，但研究發現佢哋嘅端粒長度差異好大。真正決定分別嘅唔係壓力有幾大，而係佢哋點樣睇嗰件事。將自己當成無助嘅受害者，嗰班媽媽端粒短好多；將自己當成戰鬥緊嘅照顧者，嗰班媽媽端粒維持得好好。第二個手係反芻式思考，件事已經過咗，你仍然喺腦入面翻嚟覆去播足一日、一個禮拜，甚至一個月。呢種思維對端粒嘅傷害僅次於臨床抑鬱症。第三個手，睡眠，少過7個鐘嘅深度睡眠，直接令端粒修復停工。你以為捱夜只係第二日攰啲，實際上你係喺度食緊你未來嘅細胞。第四個手，飲食，加工食品、含糖飲品、紅肉過量、纖維不足，會令身體長期處於低度發炎狀態。而發炎因子就係攻擊端粒嘅武器。第五個手，社交孤立，長期缺乏親密關係，冇朋友嘅人，端粒縮短速度可以快到嚇你一跳。作者甚至話，孤獨對細胞嘅傷害同每日食10幾支煙差唔多。呢啲手嘅共通點就係佢哋日常到你根本唔覺佢殺緊你，你唔會覺得而家嘈一次交、捱一晚夜、食一餐垃圾食物有咩問題，但呢啲嘢每日累積就係喺度削你嘅端粒。好，講完手，來到最重要嘅部分點做。作者好貼心，佢哋將所有解決方案歸納成3個，你唔使全部做齊，每一個你屈動一下，端粒都會即刻收到信號。第一個，思維。書入面推薦一個好簡單嘅練習，叫做解離觀察。當你發覺自己又開始反芻思考，喺度不停播反啲舊嘢，你唔好對抗嗰啲諗法，你只需要退後一步，同自己講一句：哦，我而家又喺度諗緊呢件事。淨係加呢一句話，你就由陷入諗法嘅人變成觀察諗法嘅人。研究顯示，呢個微小嘅視覺轉換，長遠可以顯著降低皮質醇。另一個技巧係正念呼吸，每日10分鐘，坐低，淨係留意自己嘅呼吸。有一個臨床試驗發現，堅持3個月嘅正念練習，參加者嘅端粒酶活性升咗超過30%。30%係咩概念？即係你嘅細胞修復能力被你嘅呼吸拉返上去。第二個，身體，呢個有3件事最緊要。第一件事，運動，但注意，唔係要你去到癲，反而係中等強度，規律咁做，效果最好。每星期3次，每次45分鐘嘅中強度帶氧運動，例如快步行、踩單車、游水，就足夠有效維持端粒。有條件嘅可以加少少高強度間歇訓練，即係 HIIT， 效果會再加強。第二件事，睡眠，每晚要有7個鐘或以上嘅優質睡眠。凌晨1點到3點嗰段深層修復期，你嘅端粒酶會喺呢段時間最活躍，所以你成日話我補眠得㗎，其實補唔到，你錯過咗嗰個修復窗口，就係錯過咗。第三件事，飲食。作者推薦嘅接近地中海飲食模式，大量蔬菜、豆類、全穀物、堅果、深海魚，用橄欖油代替一般食用油，少食加工肉、精製糖、含糖飲品。書入面特別強調 Omega-3 脂肪酸，佢係少數被研究直接證實可以減慢端粒縮短嘅營養素。第三個，關係，呢個好多人會忽略，但佢嘅威力可能係最大。書入面嘅研究好震撼，喺穩定親密關係入面嘅人，端粒平均長過長期孤獨嘅人。有明確人生目標嘅人，
端粒老化速度慢過冇目標嘅人，甚至你童年嘅成長環境都會寫落你成年後嘅端粒長度裏面。呢度有一個好核心嘅啟示，你身體嘅老化速度唔係一件私人事，佢係你同呢個世界關係嘅一個總結。你愛得幾深，你被愛得幾深，你有冇一啲比自己更大嘅嘢喺度追求，全部都會刻落你嘅細胞入面。點做？書入面俾咗幾個好具體嘅方向。每星期至少一次深度對話，唔係傾八卦，係傾感受、傾夢想、傾恐懼。揾一件你認為有意義嘅事去做，就算細到只係定期去做義工都得。同時要學識減少毒性關係長期俾你負能量、鬧你、貶低你嘅人，就算佢係屋企人，都要拉開距離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，講到咁堅，有冇真係做出成績嘅例子？有，而且係一個震撼全世界嘅例子。美國有位好出名嘅醫生叫 Dean Ornish， 佢同 Blackburn 合作做過一個5年嘅追蹤研究。佢哋揾咗一班早期前列腺癌病人，分成2組，一組乜都唔改，繼續照舊生活；另一組全面轉去書入面提到嘅生活方式，植物為主嘅飲食，每日行街半個鐘，每星期正念練習，參加互助小組。5年之後，對照組嘅端粒平均短咗，但改變生活方式嗰組，端粒平均長咗成1成。你聽清楚，係長咗。呢個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被科學證實，透過生活方式嘅改變，我哋可以令細胞層面嘅衰老逆轉，唔係減慢，係逆轉。呢個發現嘅意義好大，佢話俾我哋知，你嘅身體唔係一部只會不停損耗嘅機器，佢係一個會回應你點樣對待佢嘅生命體。你善待佢，佢會用你估唔到嘅方式回報你。我知，聽完大堆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哇，要改嘅嘢好多喎，運動又要做，飲食又要改，心態又要調，關係又要理，邊做得晒啊？但作者好清楚咁講，你唔需要一次過改晒，你只需要由一件最細嘅一件開始。聽日朝早起身，可以試下唔即刻攞電話，坐一坐，做3個深呼吸。夜晚食飯，可以將白飯換做糙米，或者加多一碟綠葉菜。行返屋企嗰段路，可以慢啲行，望下天，感受下風。今晚瞓覺之前，可以同枕邊人講一句真心話，唔係我今日好攰，而係多謝你今日陪住我。呢啲嘢細到你會覺得冇用，但佢哋每一個都係你細胞收到嘅信號。你嘅端粒唔識分你係咪認真，佢淨係識回應你有冇一直咁做。呢本書令我最震撼嘅一個訊息係，你老得幾快，唔係命，係選擇。你唔可以決定自己邊一日死，但你可以決定喺你活住嘅每一日，你嘅細胞係喺度繼續生長，定係喺度加速崩壞。多謝袁兄弟，我嘅好朋友，今日同我哋分享《端粒效應》這本書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請分享給你的好朋友，訂閱月薪慢讀這個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